最尾，大家来看高级认证同中高级认证差别最大嘅书写测验。高级认证书写测验又分作两个部分，第一是耳机口音，第二是作文。测验时间是60分钟，因为要书写嘅内容当多，请大家时间要节好来哦。大家先来看耳机口音嘅部分，一个题型会有两题，第一题是誊写，第二题是誊写。誊写嘅部分，请同誊到嘅文字用汉语拼音作答。题目标送嘅时节就做得写，题目会标送2摆。题目无文字，请语音。提醒大家，标音档嘅时节，大家要根据誊到嘅记忆，全部用音标写下来。记得是规则记忆都要同音标写下来，唔系抢写记忆底背嘅语词哦。耳机口音嘅誊写会标2摆嘅音档本大家听，请大家提边要当专心听音档。另外，请大家考试之前要准备鉛筆同出嚟，安尼能做得提書寫測驗錯過字當個同誊到嘅音檔，盡量大概記下來。無論唔係用華語詩、漢語詩、英文詩，亦係華語嘅注音、漢語拼音都做得。就算用畫圖嘅方式，咪冇要緊。聽錯要提標第一擺音檔嘅時節，就要做得記下來音檔筆上嘅內容。等音檔標第二度嘅時節，再檢查一下有漏欠冇聽到嘅字幕，對記下來嘅記憶再修正一下。等兩邊音檔都標hết，再特別檢查一下音標本條同邊條嘅部分，因為音檔底背會因為記憶念出邊條嘅音。不過答案字當個嘅標音做唔得寫邊條，聽錯要改做本條哦。記下來嘅過程，有道嘅語詞可能會冇把握，唔怕，請大家盡量同聽到嘅內容完整記下來。最尾睇音檔標hết後，再來思考較有嘅部分，比如講係咩有邊條，要用嘅來改做本條，也就要花一些時間來冥想嘅。最尾同確定嘅答案對錯過字抄到答案字當中就冇問題嘅。